歡迎大家再次嚟到我的音樂啟程 My First Music。咁上次咧就簡單簡介過我哋嘅線上學習平台，提供豐富嘅一啲學習資源啦，方便大家返屋企練習嘅時候咧變得更加有趣。學習音樂咧係簡單好玩同埋專業嘅。咁呢一次就同大家去介紹下我哋嘅 My Groovy Band。咁其實咧呢個亦都同我哋提倡嘅音樂家庭 Music Family 咧係有關係嘅喎。點解咧？例如我哋練習一首音樂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一家大細，包括我哋嘅爹哋媽咪或者兄弟姊妹咧，亦都可以一齊玩音嘅喎。咁咧，例如啦，我哋打開到第4嚿雲就會見到 Groovy Music Family。咁我哋分開咗1A、1B、1C 3冊嘅。咁入到去嘅話咧，我哋其實每一課咧都為大家準備咗一首音樂。咁例如第一課咧，我哋就揀咗番茄健身操。咁我哋撳入去，咁就會見到個好有趣嘅界面啦。咁當我哋撳咗選單咧，其實我哋可以進行一個簡單嘅設定啦。我哋咧將自動捲動模式咧設定為追蹤。另外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咧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將個人物啦去改變嘅，改變唔同嘅衫嘅顏色啊、頭髮嘅顏色，甚至乎咧去上載你自己嘅樣都得㗎。或者亦都可以將個背景咧轉咗背景都可以嘅喎。好啦，大家咧會見到呢個界面咧會有啲小樂器喺度喎，例如我手上嘅一個搖鼓啦。當大家報咗呢個課程咧，大家都會有一個小嘅樂器啦。咁其實呢個目的咧係幫大家學習嘅時候咧，例如學習節拍或者時值嘅時候咧，我哋唔係就係知道呢個數1、2定係1、2、3，而係咧可以通過樂器咧將佢哋玩出嚟嘅。咁例如呢一首啦，當我學到番茄上落樓梯嘅時候咧，咁我除咗彈之外咧，咁其實我哋一家人都可以一齊玩喎。咁呢次咧，我就會示範玩呢個搖鼓啦。咁佢第一個小節就會有個示範啦。例如我搖鼓係咁樣數嘅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咁所以個搖鼓咧，我就會喺第1同埋第3拍咧去打嘅喎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試下，跟住音樂咧就一齊去玩喎。咁我就會咧哼翻咧呢首音樂嘅旋律嘅，會有咧2個小節嘅一個前奏啦。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咁當然咧，大家如果有啲更加有趣嘅節奏咧，亦都不妨咧用你哋嘅節奏嚟創作擺落去嘅喎。咁我哋呢個咧只不過參考啦，用一個最簡單嘅方式。咁最重要咧就係希望大家練習嘅時候咧，爹哋媽咪唔一定咧再淨係同你講你要練習幾多分鐘，而係咧同你哋一齊去玩音樂，咁樣將學習音樂咧變得好有趣。咁咧，下次我哋就會同大家去介紹一下，點樣我哋亦都可以通過呢個軟件咧做一個小小作曲家。下次見，拜拜。